嗱，我想問一下屏幕前嘅各位老闆，你平時自己開咩車咧？嗱，呢部我自己開15年嘅老爺車，係時候換換啦。咁啱今日約咗我鄰居睇個車展，食個晚飯，佢應該就到㗎啦。我哋爭緊時間出發。嗱，我對自己而家開車嘅要求咧，第一最緊要大，可以平時滿足我去打高爾夫啊，擺幾個球包啊。第二咧，安全夠舒適，因為我都過咗追求升浪嘅年紀啦。第三咧就係好睇、高端豪華，開起身咧越安靜越好。Later，輝哥，係廣哥，係，喂，你今日睇咩車？我睇嗰部咧，聽講好大好霸氣，喂，我睇嗰部好專好頂嘅喎。係咩？一齊去睇睇好，啦！一齊去睇下先。從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，仰望 U8L。嗱，呢部車俾我感覺咧大，超大，超大。嗱，齋睇呢個外表咧，我越睇越中意。24K 甲骨文金標，老闆出嚟嘅牌面，滿足晒我哋要嘅辨識度同埋尊貴感，將老闆嘅情緒價值完全拿捏住，民族自豪4個大字，好似印喺部車度。誒，廣哥，喂，你有睇呢部車啊？係啊，喂，我哋英雄所見略同啊！一於全球啊！全球你買部，我買部，係長期擺喺海港城門口。U8L 嘅話咧，佢係基於我哋 U8嘅加長版，包括我哋所有嘅車身嘅細節設計，佢都係黑金色嘅。中山經常會暴雨啊，會水浸啊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呢台車直接可以喺水上邊漂浮行駛。馬總、小總，可以估一估我哋車身尺寸可以去到幾多？5.4米嘅車長。哇，超過2米啦，講緊100幾啦。一米七，唔好。整車嘅涉水深度可以去到1米。我哋做翻個車模先啊，輝哥，你打下卡啊！買下 pose。你記得到貨通知我哋啊！好 ，OK。OK，下一站晚飯啊！祝我哋喜提新車啊！好嚟，好。你幾擺喺海港城門口先啦。